苗族支系那么多，沈从文编程里的苗族属于哪一支？说到编程，很多人会想到湖南湘西的凤凰、茶洞。生活在这一带的苗族说苗语的湘西方言，统称为东部苗族。东部苗族自称果熊、蚁熊等，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、贵州、重庆交界的武陵山区，在广西北部和贵州南部也有零星分布。东部苗族的姓氏主要为龙、石、马等6大宗支，他们崇拜盘湖。历史上，三苗和楚国被灭后，部分先民留在原地，部分南迁，而他们就是几经变迁后顽强留住在武陵山区的那一支，对乡楚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。由于长期和周边民族共处，加上明清的改土归流，在千百年的反抗与融合中，他们被迫失去了儒生，但也形成了骁勇善战、敢于拼搏进取的民族性格。东部苗族古代服饰色彩斑斓，上穿花衣，下穿百褶裙，佩戴精美银饰。唐代诗人杜甫曾赞：五溪衣裳云共天。清代后，他们的衣服部分融进了汉族服饰元素，各地特色鲜明，百花齐放，传承至今。东部苗族历来重视教育，出人才。除了享誉世界的作家沈从文外，古时的苗王吴八月、著名的歌唱家宋祖英，还有三苗网的创始人中科院的石茂明博士，都是东部苗族。今天，他们还保留着非常完整的巫文化。巫师八代这个职业仍然存在，他们的跳香舞、花鼓舞、河鼓舞都非常的古朴神秘，上刀山下火海的节气更是让人称绝。每年的4月8赶秋节都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文化盛宴。关注九妹，下次带你去湘西赶场哦。